GroupBuyer.com 着數優惠 ，Brother 巴西燒烤放題喺香港可以話係一場肉控盛宴，好多食客都一致讚好，肉類選擇夠多夠豐富，牛豬羊雞應有盡有，服務生熱情專業，成串即切上台，好有儀式感。配搭沙律吧、海鮮、熱湯、生果同甜品，整體飲食體驗充滿巴西風味又有層次。唔少人都提到氣氛好好，職員多數係外籍，禮貌又貼心，仲有人遇到生日驚喜甜品添。如果你係用 Klook 買一送一優惠，平均每位大約230港元就食到放題，性價比真心高。唔少食客都提議，記住留肚，唔好喺沙律吧食太多，等位主角串燒肉上場。不過，個別差評都要留意，有顧客覺得部分肉質偏鹹或偏乾，有啲覺得甜品太甜，亦有人反映飲品唔包，叫水都要額外收費，加埋某啲資訊同實際安排唔完全對應，感覺混亂。而最嚴重嘅係有位食客見到曱甴，對衛生有啲保留。總結嚟講，Braza 係一間氣氛正、肉食控必去嘅燒烤放題餐廳，特別喺優惠期間絕對抵玩。但對於對食物精緻度或餐廳衛生要求較高嘅朋友，就要考慮清楚再出發啦。肉控天堂 Braza 中環店係香港唯一放題式巴西扒房，只需218港元就可以任食多款炭烤燒肉，由專人即場切肉，啖啖都係滋味。依家透過 GroupBuyer 平台網上預訂更加方便快捷，即訂即確認，唔使等位又唔怕冇位。肉迷們，準備開餐啦！ Braza Brazilian Steakhouse Central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